講到今早起呢，這捷運北門站市民高架邊仔進行到熊熊放氣，出現一個5米長、4米寬的坑，邊仔變電箱也攏連落去。經過市政府相關單位的調查，真可能是污水管破去，水走出來，害這地基流去，也有可能是最近和這落大雨有牽連，加在是無人着傷。人行道的變電箱是熊熊開始害，掃落來就規個倒落去，喊出一個大坑，過路人行到一半拄好看到，好在因離迄位有一段無受到影響。因為他們要都更嘛，所以不曉得是管路是長久沒有維修，還是說有什麼問題。現場這個大坑差不多是長5公尺、寬4公尺，吊車投入搶修，陸續將兩個變電箱吊起來，總重有700公斤。事故當下是沒有影響到用戶停電，那是因為我們這邊要去把變壓器做吊掛，一定要先停電，都有用發電機來持續供電。落去的變電箱是在台北市中興病院的對面，提供交通號誌的用電。雖然車10早起9點外，人行道因為安尼出現一個大坑，但是供電無受到影響，車輛燈是照常運作，無造成地上路和瓦捷運北門站迄邊塞車。污水管的接縫處稍微有一點輕微滲水的狀況，早期沒有做好雨污分流的這個狀況，有可能下雨天雨水會進到我們污水系統，受連日下雨地下水位比較高的影響，這個都有可能。台電自來水公司和工務局攏派人到現場了解，經過初步的調查，事故的原因和污水管漏水有關係，尤其最近是連續幾天落大雨，無排除加速造成地基流起。雖然化工處說明講，前年11月已經檢視污水管線，有發現必順，但是無水有危險，會當持續觀察，但即馬煞造成災情。後地雷達，我們也只是在做一個確認，確定這一些相關的區域範圍、地質的條件是不是有空隙，或者是比較結實的這個地質面。這搭落去的土地範圍其實是鐵路局的用地，目前這個坑並無擴大型，但是伊兩邊有市民高架橋和公辦都經基地，相關單位已經出動透地雷達來檢測現場土質的狀況。暗算10日下班進前完成公線維修，路邊的吞塗和路恢復原本的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